涉及多宗大型械劫案嘅重犯葉繼歡喺瑪麗醫院癌症病逝，終年55歲。80、90年代發生多宗嚴重金行械劫案，多宗都涉及悍匪葉繼歡。最轟動嘅要數1993年，佢同2個同黨打劫旺角信和中心一間金行，手持 AK-47自動步槍同警員駁火，開咗80幾槍，一個女途人中槍死亡，一個警員受傷。啱啱我係首當其衝嘅一個嚟嘅，咁我梗係行喺最先咯，我仲先過，應該係先過佢哋。咁我感覺我隔離嗰度有佢箍住有2個人咯。葉繼歡喺廣東海豐出世，17歲偷渡嚟香港。1984年第一次犯案，連環持械行劫尖沙咀一間金行同中環一間標行，同年落網判囚16年。喺服刑5年後，佢有日訛稱肚痛，送院檢查期間打爛玻璃樽做武器，挾持一架車走甩咗。匿埋2年之後，葉繼歡再次犯案，包括連環打劫觀塘同旺角7間金行，劫走過千萬嘅金飾，被警方列為頭號通緝犯，懸紅100萬。1996年，佢由內地帶住大批槍械同炸藥偷渡返香港，諗住再次犯案。喺西環上岸嘅時候遇到警員，爆發槍戰，葉繼歡中槍當場被捕。同佢駁火嘅警員事後睇新聞先知，原來佢哋開槍打傷嘅係葉繼歡。有些少驚咯，都因為始終佢都係頭號通緝犯，即係驚佢喺個監獄裏邊搞嘢啊，或者搞傷第二啲伙計啊。葉繼歡中槍之後半身不遂，最終因為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，同埋之前嘅逃離合法羈押罪，合共被判入獄41年，喺赤柱監獄服刑，後嚟上訴獲減刑到36年3個月。佢04年喺獄中受洗，成為基督徒。據了解，佢喺扣減假期之後，原本再過2年，去到2019年第3季就可以刑滿出獄。近年佢確診患癌，需要接受治療，多次出入醫院，每次警方都嚴陣以待。2個幾星期前，佢病情轉差，再入瑪麗醫院，延至今日凌晨1點02分不治。懲教署已經通知警方，死因裁判法庭將會進行死因研訊。本港多部電影都以葉繼歡為題材，包括今年金像獎嘅最佳電影《樹大招風》。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。